除抑郁，勤奋耕耘。若存恶心，明瞒暗骗，狡诈苛刻，欺哄愚蒙。利见弱小，事权如善，以富压贫，粒粒自昏。犯者反省，速勿怠慢，偃月快刀，毫不留情。凭借公职敛财，占为己有，罪障万身。金银财宝，善财善舍，大事虚迷，国家一稳。贪嗔痴爱，心思不乱，酒色财气，强困真人。克己峻严，难处下手。文恶庄容，文道明聪。纯阳醒察，心存未尽。除恶务尽，斩草除根。气出浮躁，气盛生事。待人处事，温良俭恭。至诚无喜，暗室无欺。恶六慎独，时刻战兢。见义勇为，不分护我。万类相感，以忠以诚。无欲而刚，有道而正。法笑百水，一身洁清。民不伤察，直不尽诈。大忠至正，磊落光明。起心动念，青天白日。奉公正己，心正感神。端正威仪，静以修身。与汤罪己，节奏罪人。无信一说，行无偏至。视听言动，合乎中庸。无临凡界，非鸾显化。修身阐述，贵在知行。诵经明心，依经实践。过误淡改，不有恶心。再论人道，纲常伦理。仁孝利基，道化家庭。父慈子孝，人间美景。孝贤门第，泽民德风。曾子三省，克足悌己。黄香整清，夏凉冬温。一日三朝，文王定省。枯竹生笋，梦中成名。百校经文，奉为圭臬。老少皆能，采衣娱亲。家有父老，不立围墙。安身立命，报道奉行。爱亲不误，敬亲不慢。爱敬事亲，德教百姓。立身行道，扬名后世。以显父母，是谓孝宗。同气连枝，常枕大被。兄有弟恭，亲有裕坤。严氏家训，告诫子孙。留得后辈，加言一行。婆媳妯娌，妇德有事。鸡肠鸟肚，姑少不灵。空中造谣，无中生有。离间兄弟，非是吉心。夫和妇顺，如鼓琴瑟。阴阳调和，相敬如宾。取有弊端，不交广信。有朋非亲，相视贵宗。损友无情，是非不断。亦有利己，质量多闻。智者明辨，清流敌视。志同道合，愿力道弘。
然城中国有真祥，君霸臣奸，民不聊生。敦人秉德以化暴力，修理诚意，君臣一心。德在百姓，心系万民。清正廉明，一路福兴。晏子春秋，其心明鉴。屈原胆诚，不污德品。郑歌代旦，精进不懈。范言直谏，唐有魏征。今时古乐，今乐古人。举世混浊，唯我不能。三论忠义，气贯长虹。撼动山河，凌冽中心。坚如金刚，牢不可破。无坚不摧，横扫万军。日月昭昭，乾坤朗朗。纤尘不电，烈火纯金。天地凭谁，千古常在。星斗惟尔，万世长存。昔有孔孟，周游列国。推道训俗，天下启蒙。仁义正道，万物皆应。16字诀，首乎一诚。孟子性善，事端之发。心别毅力，一生大功。其为气也，配义与道。至大至刚，至妙至灵。苏武困胡，历19载。汉节手握，心在朝廷。威胁利诱，不辱使命。饮血吞毡，不灭忠心。诸葛孔明，殚精竭虑。鞠躬尽瘁，只求全忠。忠臣义守，佞臣力取。何来何去，何必相争？杨家将士，应门忠烈。精兵猛将，条条忠魂。乐舞木匠，精忠报国。12金牌，何惧死生？荡气回肠，家国天下。志节参天，满江红中。宋末三杰，铮铮傲骨。山河破碎，人烟苟存。成人取义，气血正气。歌咏千载，天祥人品。张巡包拯，讹人不是。在世忠义，死后留名。入主金宫，合同印证。奈何已是，独钟一心。弓长子细，八卦如晦。大开普度，芸芸众生。大考大验，大愿大行。尊师重道，忠义双成。历代圣贤，先真菩萨。后人仰瞻，忠义精神。人无忠义，如墙边草。见风转舵，使人看清。无义失信，无廉失智。无信不威，无耻失仁。大节不渝，愚义殆尽。无云则混，无度则昏。无伦理者，无修身者。无忠义者，无道德根。真修道止，修己严律。丝毫不苟，敛发言行。刺切或戳，砥砺琢磨。试毒发邪，淡然无存。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。
忠贞廉洁，立德立品，真谛妙理，金笔垂世，告诫世人一部真经，伏魔真经日日持诵，祖迹存诚必有感应，虔心跪拜，持念观心，忠义相随，日夜遵行，心宽体庞，精气神聚，无有半点亏欠存心，妖志不生，魔当不入，太和元气，七彩祥云，逢凶化吉，遇灾呈祥，遵经孝行，转运改命，经传千秋，圆者积握，诵念行久，美大圣神，伏魔真经，前诵至此，浩然正气，充塞满盈，唯独无气，意气精宗，唯独无形，成就大功，一心贯彻，以心印心，九六乾坤，彼岸同灯，清灾勿忽，时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，四叩五叩，六叩七叩，八叩九叩，十叩首。来，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亲，灵宝齐鲁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山胜，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，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，云雷震开不及途，天下神鬼不安宁，亲在人天中华母，就连圣教归上圣，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，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本源古彻在中央，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，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，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，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，每日自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，要想成佛请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，修听邪人胡说话，劳孙一马练无声，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，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，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，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，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，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，仅领36元价，500灵官紧随跟，扶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，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身罗七宝星，威震北方为帅首，
蜀清诸恶挂甲兵，搭救猿人乡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取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难言归正宗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慈念，学神不敢来近身。慈念一遍神通大，慈念两遍得超生，慈念三遍神鬼怕。魍魉邪魔化为尘，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领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十叩首，一叩再叩三叩，四叩五叩，六叩七叩，八叩九叩十叩首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，弟子姓氏姓女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姓氏陈经团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，功转成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回向于新冠肺炎疫情，恳叩请辞，恳叩请辞，弥勒祖师，弥勒祖师，关圣帝君，关圣帝君，诸佛菩萨，诸佛菩萨，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将此疫情降到最低，不再扩散。祈求战争止息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所致导，世所致导，圣慈昭阁采纳，圣慈昭阁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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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。感谢天恩师的，感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、各位坛主、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，感恩。谢谢金銮姐，谢谢。感恩前贤慈悲，感恩护前人，感恩各位点传师，感恩各位连任、各位护连任、各位点传师、各位连任、各位护连任、各位组长、各位坛主各位前贤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江妈妈想要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个是万事上治，万人上命。因为成语那个晚是要读万，我们查一下字典好吗？因为我们要读的正确，因为有的人我们的这个有的是读玩物上治嘛，它可以读完，也可以读万，但是在成语来说，它是万物上治。
啊，对，应该要读万，这样才是正确的读法。哦。哎，因为有读书人在问。请美纯啊。好，那我请美纯。我请美纯查字典，因为我或许刚才有查那个成语词典，它是万物丧志，就是贪图的意思，不是玩耍的玩。这边它的意思是贪图一些物品的这些贪恋这些物品，这是一种贪求。那玩是耍，就是说我在玩耍，还是我玩物，这个就是玩耍的意思，是耍。好，那他的意思是这样，我请美纯查一下好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读正确的音，因为我们的那个影片是玩，但是我们另外一本我们的那个《文火正经》的课本上是。对啊，有的是第二声，有的是第四声啊。对，刚才我有查词典是万，那我请美纯确定一下好吗？好了，好。哦，好，那感谢领认慈悲。感谢莲师慈悲。晚安，再见。好，拜拜。感恩。睡觉了。明天见。哦，感恩慈悲，感恩啊。感恩，拜拜。拜拜。感恩，再见了，晚安。